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Ricky，今日咧想同大家睇下呢一間位於 Surrey Fleetwood 嘅靚3房 townhouse，地址係16233 82 Avenue。呢個地段咧真係好方便嘅。嗱，行出嚟咧對面就係呢個Walnut Road 小學，開車2分鐘左右咧就會去到呢個Fleetwood Park 中學。附近咧亦都有Fleetwood Park Village 呢個商場咧，入邊咧有齊呢個超市啦、餐廳同埋咖啡鋪嘅。成個屋苑咧環境好靚，管理整齊。呢邊咧仲有個會所啦、健身房啦，同埋有啲兒童嘅遊樂區喺入邊嘅。好，帶大家入去呢個204嘅單位度參觀下。門口一開咧，喺我哋右手邊咧就係上去2樓嘅樓梯嚟㗎。咁地下咧主要就係起居嘅空間啦，客飯廳都非常寬敞㗎。呢一層咧有接近750平方尺，而客廳呢個區域咧就有160幾平方尺嘅。咁係放完入梳化之後啦，仍然有相當多嘅空間。面前呢個係飯廳嚟嘅，個面積咧都有110平方尺嘅。呢度仲有自己嘅戶外空間啦，可以種下花啊、barbecue 啊都得。廚房嘅設計咧就好實用㗎，個空間亦都幾大㗎，企多幾個人喺度都完全冇問題。我先前提到個用餐區咧就喺廚房嘅旁邊，呢度你見到啦，窗口啦就喺側邊，陽光充足。樓上咧就有3間房。主人房咧就好夠大嘅，而且仲有自己嘅獨立嘅浴室啦，同埋大嘅 walk-in 衣櫃啦。另外嗰2間咧就可以做小朋友嘅房啦、客房或者攞嚟做書房，彈性都好高㗎。屋入邊咧一共有3個洗手間啦，加埋有自己嘅洗衣機、乾衣機設置喺2樓，咁設計實用方便嘅。嗱，嚟到呢一邊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就向正後邊個 backyard 個窗啦。呢個係主人房入邊嘅洗手間。多謝大家睇完我今日介紹嘅呢一間3房嘅 townhouse。如果你有興趣或者想預約嚟實地睇下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